来看台湾作家陈文如最近出版一本有囡仔的100个台语字哦，提供英语、日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等8种无同款的语言来对照，咱做伙来了解。水蜜桃，有够厉害，这个桃啊，忘掉，赞！手指绘本的台语字卡，小朋友大声念出，这是啥物规矩？这本是世界第一本互幼囡仔认白台语字，阁有德国语言绘本。这只以台语为主体，阁掺其他7种语言，包括日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等等，互爸母会当为囡仔细汉就开始教因讲这的生活思维。因为咱囡仔若袂晓讲母语咱的台语会消失去，所以我感觉自细汉就爱教囡仔讲台语，安尼咱囡仔较会晓讲台语。如果阮无家己教伊讲台语，也是讲客语的话，其实以后等伊大汉，愈大汉伊就愈袂晓讲，愈袂晓讲伊就可能对阮家己大的所在入捌的愈少。这只陈文如是高雄人，伊过去英国，伫国外积极推广台语文。过去伊有出过2本英语甲白话字的绘本，讲2位为英国来台湾贡献无孙娘。即马针对幼囡仔出这本台语绘本，内底有语音的朗读、古水红爱多样，写小朋友的注意，互因好捌字。台语就是做主体，安尼，就是要互大家爸爸妈妈了解，其实台湾是世界的台湾，咱本身就真国际化，所以讲，鼓励大家爸爸妈妈对即马开始就爱教囡仔讲台语，讲母语。台语互联合国评定是将要消失语言第3级，嘛是有重大危险的消息。陈文如是认为，台湾教育爱为囡仔细汉就开始，毋忙绘本的创作，用轻松趣味的方式将台语定根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